啊，后面他传的，结果没办法接受他传的，他说小孩子自己玩啊，玩到没有生命啊，对啊。太太说小孩子自己玩到没有生命。对啊，然后我说谁害的，他说不是他害的。他是用赖传给你FB。对。那你是事后吗？事情不好了，然后慢慢我就一直紧张了，我紧张了，我就一直打。他就跟我讲，我问他说，他就问他小孩子在哪里，他说儿童大楼，我赶快跑过去那里。医院的儿童大楼。然后他就回了一些话题。然后我有没有？哪有可能不生气啊？我儿子我小孩，我哪有可能不生气？对，因为他出门就会带他去。就说，比如说，哇，你跟这个男生没有都没有，真的完全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觉得他跟他姐姐，他都跟我讲说他要跟姐姐出去。我说你们要去哪里？他又跟我讲要买东西。我也不知道，买到后面是去找那个男生。对。那你后来有问他说跟这个男生是什么关系？他说跟你讲。对啊。他也不讲。他也不讲啊。所以你也不认识这个男生。那你有问那个小姨子吗？他也不坦白哈。他也就不说。对啊。因为他们那天发生事情的时候是在莺歌，没有在那个男的那里我也不知道那边。在所以你们原本是住莺歌，对，所以等于说他就是在卢竹那边。所以等于说你到医院的时候，你只有看到老婆？没有，到医院的时候就看到老婆跟那个一样站在外面，然后门关起来，然后我说小孩子嘞，他说还在里面等医生出来跟我讲。就医生开门的时候，我进去看的时候，全身都插管。身上有伤吗？很严重，脸都肿然后身体跟后背，包括后背、手，几乎都有伤。就全身都是，全部都淤青，全部都是淤青。全身上下都有。所以说是当天才造成的。对。不是之前就有，不是当天还有看到小朋友。对，我当天我要上班的时候，我还抱着他泡奶奶给他喝，还抱他。早上的时候我大概5点，因为他起来嘛，他喝牛奶，我还泡给他喝。他还抱一抱。传讯息给你说不好的那个时候，是差不多，我这上面有时间。来走。小宝宝也是一样，抓起来，然后大概这样，我162，你抓到这个高度，我们算160好了，重力加速度把小孩子摔地上，叫做一时情绪失控，然后伤害孩子致死。他并没有想要让孩子，就是没有想要置孩子于死。你能接受吗？你听得下去吗？法律人稍微脑袋转一转，那个叫做没有杀人的犯意。听得下吗？那么小的孩子，用力一点拿起来摇晃，我都怕他会受伤了。抓起来摔不会死，有没有可能死？有嘛？你用脚踹他的胸，他骨头超细的耶，内脏很容易就整个就破了耶。我相信解剖相验，里面一定整个都是出血。那这样子没有想要杀人吗？那什么叫做犯意？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不要什么都用动机嘛，孩子本来就是很脆弱的，谁都不可以这样伤害他，这才是重点呢。